农历新年除夕与春节的禁忌，一位老人家的观点：农历新年对华人来说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，而除夕与春节期间的禁忌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智慧。这些禁忌不仅是习俗，更蕴含着对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的深刻体会。作为一位生活超过70年的老人家，我深深感受到这些传统的意义。以下便是我对除夕与春节禁忌的一些感触与见解。禁忌1：除夕不扫地，不倒垃圾。除夕夜有一项重要禁忌，那就是家里不能扫地或倒垃圾。这个禁忌的由来与财气有关。据说扫地或倒垃圾会将一整年的财运与福气扫走，因此家家户户会选择在除夕之前将家里彻底打扫前进，称为辞旧迎新。但从除夕当天开始，地板上的垃圾就得等到初一过后再处理。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些禁忌麻烦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提醒。对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心怀感恩，珍惜已有的福分。禁忌2：除夕夜不说不吉利的话。除夕夜是全家团聚欢庆的时刻，在这一天，长辈常提醒我们要注意言辞，避免说出死、破、坏等负面或不吉利的字眼，因为话语有力量，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影响一整年的运势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母亲一听到我们兄妹争吵，就会严厉制止，并警告我们这样会带来坏运气。如今，我会向我的孙辈们解释，这些禁忌其实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禁忌3：春节期间不借钱或讨债。春节期间还有一项禁忌，就是不能讨债或借钱。这个习俗源自对财运的讲究，认为在春节期间向他人讨债，会让欠钱的人新一年里都财运不佳，而借钱则会寓意新的一年财务拮据。我记得年轻时家境不宽裕，有时难免有人向我们借钱，但家里总是坚持过了春节再谈，因为保持和气与礼数比一时的经济需要更重要。禁忌4：初一不洗头不洗衣。到了正月初一，有一项特别的禁忌，就是不能洗头或洗衣，这与财气有关。据说头发的发与发财的发同音，洗头被认为是把财运洗掉，而洗衣则因为水象征财源，洗衣等于浪费财水。我小时候觉得不洗头不洗衣有些不讲卫生，但后来明白这其实是一种休息的智慧。在这一天，全家人专注于拜年欢聚，将繁琐家务放一旁，享受节日的喜乐。禁忌5：春节期间不打碎东西。春节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禁忌，就是避免打碎碗盘或其他物品。若不小心打破了什么，则要立刻说岁岁平安来化解。这里的岁岁取其谐音，化解不吉利的寓意。我记得有一年除夕，家里的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，全家人一边笑一边赶紧说吉祥话，让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又温暖。这让我意识到，禁忌其实不是为了制造压力，而是提醒我们用正面心态面对意外。禁忌6：忌吵架与打骂。春节是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时刻，因此吵架或动怒是大忌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常说年头不和，全年不顺。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绝对，但其实反映了对家庭和睦的重视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学会包容与忍耐。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，让我在面对冲突时更懂得如何化解。禁忌的背后，文化的智慧与价值。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些禁忌繁琐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们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。禁忌不仅仅是一些不能做的事情，而是一种提醒，让我们在这一年里更有仪式感，更懂得珍惜。他们强调和谐、感恩、积极的生活态度，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。今天的社会变化迅速，许多传统习俗正在消失，但我认为，无论科技如何进步，这些禁忌中所传递的价值观仍值得我们去珍视与传承。希望年轻人能用开放的心态去了解这些禁忌背后的深意，并从中找到与家人连结的力量。新年的钟声响起之际，愿我们都能带着对传统的尊重与对未来的期待，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一年。